在。在家好庙啊，对你的天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要用带我紧叫帝王里，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受礼，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平，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家期，无无把我坐到位，将位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我单独一人上去跪，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心命在你家念天。你敢嘛？我唔知你甲念天，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瑞强享富贵，你我唔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枝，你唱了迄树枝。唔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件检讨是议会。哎呀！相随七杂，相守将人情爱，相亲相爱。Hello， 进来雨涵电台的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哦，我是钱蛋雨涵。我发现哦，有朋友呢已经开始在按赞帮我做订阅咯，也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这个雨涵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钟都会有来做这个直播节目，跟大家线上聊聊天哦。稍待会呢会跟大家聊聊呢，我上周一周呢这个访台北2次哦，是什么样的心得，以及呢我坐着客运呢这样子的当天来回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一定都会唱一首我们的歌仔戏曲调，这个曲调呢叫做都马调。我们先来听听看，也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开启你的小铃铛，帮我分享出去。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都马调。欢迎收听阮的电台，
8点，互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陪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心惊吓。轻段古涵广播互恁听，祝恁收听古涵电台的朋友，今年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有什么想问的呢？都欢迎呢跟我分享，也都可以线上呢打字跟我聊天哦。上周呢这个二访台北哦。还好呢，这个上周的天气呢，非常非常的给力。但是这几天在这个台北的朋友呢，就会知道你们是不是下着大雨呢？还有我们的中部朋友好像这个降雨也蛮严重的。我看这个新闻这个文化大学连走出这个宿舍呢，要去上个课呢，都是这个很艰辛的这个雨都下得非常的大。他就在说呢，这是不是在惩罚呢？这样子去上课的好学生明天呢，这个台北的天气一样在我们的90%的这样子的降雨的几率所以如果你是北部的朋友，甚至呢是我们这个台中的朋友也要记得带把伞，带把雨具呢，以及穿上雨衣可能还是会有降雨。那呢，我们的台南跟台东地区的这个降雨的几率呢，大概在20%左右。这个都是我刚才上网所查的所以呢，我们每一集的雨涵电台呢，在做直播前呢，我都会有这样子的前置作业，把大家呢明天的天气先查好。刚刚也有看到呢，有几个地区的这个明天是停止这样子上班上课的，真是恭喜你们说恭喜也很奇怪啦因为呢确实不管是这个宜兰地区，我们的北部地区这样子的雨量好像都蛮大的。明天还有我们的花莲地区降雨的几率也在70%，所以呢如果有在东部，有在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呢，也都要来做注意了上周呢去到台北，不止呢去了我过去的母校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去走走以外，也走到了这个政大，也去给人家走一走人家的校园当然呢，而上周比较重要的是呢，我去看了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剧团的新戏，这个梦在海潮那边是一个不论它讲是历史故事，甚至呢因为它有所改编，把它做一个创新，把它作为一个选择性质。你今天呢选择这边呢，你的结尾会走到什么样的结局？你今天呢如果走了原本的历史故事的中间的过程中呢，你会走到什么样的结局哇！欢迎我们的小乐上来，雨涵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小乐小乐今天也是蛮早上来的
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公布好消息哦，吼！还没帮我这个订阅关注的朋友，以及呢还没有购买专辑的朋友呢，这张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特别需要收藏哦。那呢，如果你说因为我家里没有这样子的光碟机没办法播放等一下呢，来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哦。好消息是什么呢？今天这个好戏爱看尾安的啦哈。刚刚呢讲到这个梦在海潮那边这出戏呢，我所觉得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常常这个朋友甚至家人甚至各种的关系上，不管是同事关系上，或者是你的下属关系上，如果呢他没有按照你心里所想的步骤所走呢，是不是我们都会觉得呢这个人呢不会成功甚至呢没有用着这个团结力量大的心情去走呢？是不是会觉得给人家唱衰呢？但是每个人呢都有他所该选择的，这也就是这个梦在海潮那边呢，我觉得蛮好看的一出戏哦。当然他在12月6号以及12月7号呢，在我们的台中歌剧院一样有所演出。我们的唐美云歌仔戏团梦在海潮那边这个是我那一天呢上台北其中一天看了这出戏，我觉得呢还不错，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另外呢，我也去看了这个新传歌仔戏团的打金枝。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打金枝。在分享之前呢，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我有去逛了这个戏曲学院，走到政大。从这个戏曲学院呢走到政大的路程中呢，就会呢经过一条的河堤。那呢这条河堤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其实不知道那算不算这个旁边的篮球场应该算是公家的，应该不算是这个政大的那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篮球场，可以看到河堤，可以看到里面的鱼呢这样子悠游自在所以说呢一心原民戏剧坊的这个议会团长呢就写了一趴的歌词给我，跟我做分享。那呢他说呢我们可以把它唱成这个韵和二调所下去演唱。所以呢我们先来唱这个韵和二调，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下去。但是在我唱之前要跟你们先打个预防针，因为呢今天呢我所感觉这样子的喉咙这个声音呢不是非常的好听，所以等一下呢如果唱的没有很好听呢也请你们敬请见谅一下咯。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韵和二调。清风轻送花香味，又流回无错又变，披冠游戏在呀水底，人在花中做吟诗。虽然他乡过无见，沿路美景来相陪，天地一日不那一天，困有自当一家。这首韵和二调的歌词呢，是由我们这个议会团长呢所提供感恩。
那呢，他所写着这个清风轻送花香味，杨柳花舞草桥边，戏群游戏在水池，人在月中自吟诗。你看哦，这样的议会团长，他这样子随手一写哦，写不到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写出这么优美的歌词来给我们做演唱哦。那刚刚呢所唱的这个运河二调的伴奏带呢，是我刚刚临时上网所查的这样的伴奏带。所以说呢，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所提到哦，我的 Podcast 节目呢，也有把它整合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在等一下呢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可以说我们的国歌7字调哦。先来聆听看看，等一下呢跟大家呢解释，再继续讲下去哦。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今日阮亲嫂啊，着招牌，阮在天上，你敢不知？上升，出家了，你对水灵尊敬，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刚刚呢所聆听到的这样子的7字调呢，是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所唱的歌曲。那呢这样的歌词呢，就在论这样的身份地位啊。为什么呢？刚刚所放这样的7字调呢？因为刚刚我们有所讲到哦，我二访台北呢，一次呢去观看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剧团的年度新戏，这个梦在海潮那边。第二出戏呢，我去看了这个新传歌仔戏团的文王吃惊吧，以及呢他们所演的这个打金枝哦。为什么特别上去所看呢？他们所演的打金枝版本呢？因为我所好奇，他们所要演的是剧校版本的打金枝，还是呢他们所新创的打金枝哦？哇，这个新传版本的这个打金枝呢，非常非常的好看。从开幕的时候呢，这个皇帝跟郭子仪的对话，以及呢再到这个驸马呢回到府中跟这个公主来交代呢，这个你一定呢要去我爸爸的这个70大寿等等之类的。当然哦，故事情节当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样子，就是公主呢因为驸马所交代呢，她就一定会去这个郭子仪的70大寿哦。节目精彩的就是呢，当然这个公主没去，所以呢这个驸马呢就怒打金枝，这才是这一出的最重点。
那打完之后呢，他们还有一个经典的这个开场做和解哦。所以如果有机会哦，这个新传歌仔戏剧团呢，如果还有在演这一出打金枝的话呢，一定要推荐给你身旁的任何朋友，一定要锁去看这一出戏。这个新传歌仔戏团呢，现在呢，由我们这个廖老师呢，廖琼枝老师呢，把这个团长的位置呢下放给我们的张梦玉老师，他所带领的这样子的新传歌仔戏团呢，我所看到这个妍霏哦，这个新艺坊的第3代呢，这个演的也很棒哦。所以说呢，我就跟他说呢，一定要把你所学的真的是领悟到的东西呢，带回去到你家里的戏班，这个新艺坊歌仔戏团哦。如果你把它带回去的话呢，相信哦不管是家人啊、你的妹妹啊，或者是你的团员啊，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哦。听我们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呢，你可以认识到很多的剧团，以及呢知道呢很多剧团目前呢所要演出的这样子的戏出哦。为什么我所这样说呢？从我们第1集呢到现在已经到了第44集了哦。我们广播了许多剧团的演出，以及呢大家所没有听过的什么银鸭会啊、意式拼贴剧坊啊等等之类的哦。我们所介绍很多的剧团给大家，所以呢，如果你们有喜欢哦，都要记得哦去给人家搜寻一下这个剧团的名称，不管在他们的脸书以及 IG 哦，也别忘记哦，帮我呢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呢记得也帮我分享出去这个雨涵电台哦，感恩大家。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刚刚呢也有跟大家聊到哦，这个雨涵电台呢，我们现在也有在做这个 Podcast 节目，应该是说呢，从这个 YouTube 开播以来呢，到了我这个8月份开始哦，就在这个 Podcast 呢有在做这样的节目。那呢，后来呢，我今天花了一点时间呢，把这些 Podcast 的全集的内容呢，把它转移呢，把它整合到我们 YouTube 频道呢，也可以收听哦。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关注我们雨涵电台的朋友呢，这个资讯栏里面呢，这个雨涵电台里面有这个播放清单。里面呢，我所把它分为呢我们的直播影片以及 Podcast 的聆听节目哦，也可以到那里呢所点我们的Podcast 来所聆听。昨天呢有在上了新的一集哦，也是跟大家解释到呢这样子的能者多劳的定义哦。当然哦，就有朋友在开玩笑说呢，现在呢不是这个能者多劳的时代，都是能者过劳哦。我就在底下跟他留言回应了一下，我跟他讲说呢，没错，你要老板的钱呢，老板需要你的能力呢以及命哦，这是互相交换的这个条件哦。当然呢，跟大家广播一下哦，这个有购买这个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的朋友呢，现在开始有好康优惠了。很多时候呢，朋友会说呢，自己家里没有这样子的 CD 播放器，电脑呢没办法连接，或者是电脑呢没有这样的播放器哦。
现在呢，如果有购买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朋友呢，记得呢来私讯我的，不管脸书以及 IG 等等，或者是呢可以私讯我这个底下呢有我们的赖群哦。底下呢，我有放这个雨涵赖聊天室的这样子赖群，也都可以在里面呢私讯我哦。那呢，我会把这个云端连结呢传送给大家。那呢，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以及呢线上所下载下来哦。但是哦，我要特别提醒一下，不要一个人买专辑哦，给我几百个人收听哦，这样子哦，这个电台真的做不起来。因为呢，这样子的方便性是为什么呢？如果你购买这样子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你有这样子的连结，可以在线上收听，以及呢，如果朋友呢，偶尔想要听个几首歌曲呢，你刚好可以推广这样的文化戏曲。但是呢，我们回收回来的金钱呢，当然是一个善的循环。我也是呢，把它用来节目的运用，以及呢，再把它做到下一出的专辑以及剧本里面哦。因为呢，这一次呢的 CD 专辑，我特别感谢哦，我们的翁青霞老师这个台语文的编修老师哦，其实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是没有跟我收费的哦。我们的交换条件就是我们编修这个剧本之后呢，这个我帮他挂名，然后呢，他免费帮我做这个事情哦。所以说呢，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翁青霞老师，感恩你哦。当然了，我就说这是一个不管是电台或者是剧团呢，或者是个人草创时期呢，可以这么做。但是呢，从下一本剧本开始呢，当然哦该给人家的我们就要给人家。所以说呢，也特别感谢呢，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的音乐设计、音乐统筹的老师。我们的谢学成老师、谢学祥老师以及谢香涵老师，我们桃园大明园歌剧团底下都有他们的连结哦，感恩我们的大明园歌剧团呢，这个无私的奉献哦，感恩你们。然后呢，购买这样子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会有我们的歌词本我来翻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哇哦，欢迎我们的冠宇呢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在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我们就有这个封面呢，就是这样的歌词本，里面呢就有做一些歌词以及这一张专辑的介绍。那呢你跟我们购买这张专辑之后呢，我就会传这样子的云端的连结给你。所以呢，你不只呢可以放这一张 CD 专辑下去做收听以外，也可以在线上收听，然后呢可以对照这样的歌词本哦，给大家更加的便利。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善循环，一个这个戏曲推广的平台哦，感恩。我最辣辣的爱你。当然呢，之后呢也会把这样子的云端连结哦，以后呢会把它做进这个专辑里面，就让大家呢买专辑之后呢，里面就很方便的直接可以扫到这样的QR code 连结，可以线上收听哦。然后也别忘记哦，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在我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的赖群组。
随时随地呢会有这个限时的播放哦，就是限时的给大家做收听。所以说呢，大家呢别忘记帮我加入，也别忘记呢帮我订阅这个频道，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感恩大家。而且呢，这张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是特别找这样的唱片行下去做压制而成的，所以可以看到封面照有非常的漂亮，以及呢，其实在它的背面呢，都有我们的专属条码以及这个标题哦，这就是压制的好处。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做介绍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的7字连空奏。刚刚所聆听的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里面的7字连空奏。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有种这个驸马跟公主呢各说各话的概念。之后呢，我当然也会想把这个专辑呢再做更精致化、更优化的方式哦。不论呢开一个实体的这样的演唱会，甚至呢开一个线上的，又或者是呢找人呢一起来完成这样子的片段的影片呢，也或许哦会把它呢继续呢一步一步的来把它做这样子的完成的动作哦。也让这个剧本以及这个CD 专辑呢更加的优化下去哦。再来呢跟大家呢讲一下哦。今天呢，大家可能会想说，现在已经聊到这个8点38分了，怎么还没分享这一些书籍内容生活小知识哦？之后呢，我会慢慢的把前几集所讲的先把它整合一下，
然后呢，把一些重点内容呢，再跟大家分享啊。有听过的朋友呢，就当做是复习；还没听过的朋友呢，就当做新的学习。因为我觉得呢，既然已经做到了我们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第44集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来一个重新的整合。不论呢是把这样子的 Podcast 节目呢整合到 YouTube 里面，甚至呢把其他前几集所讲过的内容呢，把它整理到我们这几集中间阶段呢，再去复习一次哦。所以呢，这是我之后呢，所会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哦。感恩大家呢一直以来对我雨涵广播电台的支持，感恩你们。另外呢，我想问你们不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年纪，你有什么样的梦想，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我那一天呢，听到其中一个YouTuber 呢，他所讲到这样子的内容哦。他说呢，如果你今天呢跟10几岁或者是20几岁的这个朋友呢来讨论这个梦想这2个字，他可能会这样子滔滔不绝的一直讲出他的心里所想这个脑袋里所有的梦想，这样子来跟你做分享。可能是非常热血的，但呢，你如果跟这个30几岁、40几岁的朋友呢，分享到这个梦想这2个字，可能呢又会更不一样的分享。如果呢，你跟这个50、60岁的朋友呢，分享到梦想这2个字，甚至呢，如果像我一样去到这个日照中心做服务，如果跟这些长辈分享到梦想这2个字，可能得到的答案呢会更不一样，是一些可能很实际、很脚踏实地的这个回馈方式。你也有什么样的梦想吗？梦想跟目标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为什么呢会来讲到这个题目哦？因为呢，我也是在思考我自己呢。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梦想吗？好像也没有。比如说呢，踏上什么样的舞台，甚至呢，在舞台上演什么样的歌仔戏，甚至呢，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梦想吗？我好像也没有。但是呢，我一步一步呢，也在踏上这样的轨道，也还不错。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大家哦，你有什么样的梦想吗？甚至呢，你跟你身旁的朋友呢讨论过梦想这2个字吗？也都欢迎线上跟我们做分享哦。刚刚呢讨论到梦想这2个字，也跟大家呢说到呢，因为再来我要去比赛这个国画雄七的复赛，所以呢，你们就当我的练习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我复赛所要唱的歌曲，你们就当我的给我练习一下的平台，你们说好吗？当然也欢迎给我一些实质的回馈，不管是说这个地方可以改怎么唱等等之类的当然要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今天声音没有很好，所以呢唱得不好也不要嫌弃别忘记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钟呢，都有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偶尔呢，当然会很常请假因为呢，偶尔北上一下啦，然后呢，偶尔做些什么事情呢，偶尔请假的时间呢，会在我们的赖群组呢做个公布。我们先来聆听这首都马调，但是是半首而已是我比赛要用的。那我们呢来听听看，给我一些回馈
行必赶，将军身体来拜，我兵回条江，从伊西确实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河海，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美过程，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记啊，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一定命做英。全部啊，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个呢是这个驸马呢不小心赏了这个公主一巴掌之后呢，这个公主呢逼这个郭爱要下跪呢，给他行这个君臣之礼的后半段呢，我们所唱的这个都马调，但是呢，因为要比赛，它有限时这个1分半以内所以呢，我们把它剪了这个短短的范围，有这个男女对唱，有这个都马调。因为呢，它所设计呢，你一定要唱到都马七次这个江湖跟杂念呢，这个歌仔戏的4大曲调其中之一那呢，为什么这一次会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呢？原本我是没有什么兴趣去参加比赛的哇，欢迎我们的姐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姐姐很久没有上来咯当然了，今天有一些朋友呢还没有上来的朋友我们看晚一点会不会上来然后呢也感谢我们的小乐、我们的冠宇以及我们的姐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关注，赶快再讲回来原本呢我是其实没什么兴趣去参加比赛的因为呢，比赛对我来说呢，10之8九真的都是一个不太好的经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面对比赛这种事情或者考试这种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运气那也就是一个布袋戏朋友呢，他所推荐，他说呢，人家呢已经办到了第3届的比赛，而且呢，你有自己的电台，你有自己的唱腔呢，就去打个名声吧，去比赛看看吧，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就去比赛看看吧。所以呢，我这一次去想要去比赛呢，我也所想不管这一次有没有得名次。但是呢，明年如果有机会带着这样子日照中心的不管是长辈或者是身障小朋友呢，踏上这样的舞台，我想也是一种传唱或者是传承不一样的方式。那呢，也可以用清唱的方式，我唱一句，他们唱一句，这样子也不错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我其中一集所讲的。先论传唱，再论传承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机会呢，我要带着这个日照中心的长辈呢，以及身障小朋友来上个舞台。也非常感恩大家呢，这样子从头听到尾听了至少快50分钟的这样的直播节目。再来呢，当然刚刚有讲到梦想欢迎我们的这个布袋戏的朋友，我们的 F 大大，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那我们 F 大大真的来剪细尾了你可以听个回放
因为呢，今天有讲到这个，我去看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以及呢讲到去看了这个新传歌仔戏团。更特别的是哦，那一天呢，这个新传歌仔戏团在9楼大稻埕的9楼演出，但是呢，这个一心戏剧团哦，在他们的1楼的广场演出。可惜哦，因为时间强碰了，我们就错过了哦，真是抱歉哦。但是哦，刚刚也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我觉得这个唐美云歌仔戏团呢，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它在于这个传承呢，底下的这一些青年军呢，真的唱念做打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如果你抽掉了这样子4个大角色之后呢，他们的青年军呢是可以撑起整个舞台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青年军哦。刚刚呢有跟大家讲到呢，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呢也把它整合到我们 YouTube 也可以收听的哦。然后呢，有购买这样子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的朋友，也都可以跟我们要这个连结，这个云端的收听连结，也都欢迎大家。等一下呢，再来给大家唱另外一首曲调，这首曲调呢叫做七字连。那呢，你要连结没问题，我等一下呢传这个连结给你哦。然后呢，相对的，大家呢也都欢迎你们加入我的LINE群组，在这个资讯栏里面呢有这样子的LINE群组，随时随地呢会给大家放点福利这样子了哈，做点文化的传承，做点文化的推广。虽然呢这样子我是定义是倒贴，但是呢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把这样的善心呢传承下去，给它传唱下去哦。我等一下再传给你哦，但是哦，你要记得提醒我，因为你也知道这个金鱼脑袋哦，非常常会忘记东西哦。等一下呢，要来唱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给大家听。但是呢，大家先让我喝一口茶，等一下呢，给大家唱首歌曲哦。好，来给大家呢唱首歌曲，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医生病，大好人跳心不惊。驸马孝心无正义，因为爹娘忘妻离，风风翻飞冲了起。军队起灵来吃开，大水风关难消气，听歹爸爸真受气，驸马无顾世情义。王念听意，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呢串在一起呢所做的曲调。这个呢，在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是这个驸马呢打完金枝，他用这个藤条哦来教训完金枝之后呢，一定要赶快逃走嘛。所以呢，他唱了这个七字连，到后面呢，这样子的七字摇板
这个带妻之一呢，都是由我们这个公主呢，这个很生气呀、很无奈呀所唱的歌曲。大家呢还没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的朋友呢，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雨涵广播电台呢，都是由我钱蛋雨涵本人来做主持，偶尔呢会有这样子的好友访电台，不止呢在介绍歌仔戏，我们呢也会介绍一些生活的小知识。以及呢，好友访电台呢，偶尔会有不管是剪辑师啦、保险的朋友啦、歌仔戏好友来上我们的电台，也感恩这一些的好友。节目最后呢，一样要来练习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请你们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我们说，去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在我们的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也别忘记呢，大家如果呢已经到我们的腹部可以腹式呼吸法的朋友，这个吸气的时候，这个腹部要挺出来；这个吐气的时候呢，腹部凹进去。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无论呢是在家庭上，在跟同事上，在跟朋友方面。甚至呢，在跟陌生人，在跟我们的路人也好，都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感恩我们的淑芬姐，跟大家呢祝福大家顺心如意，感恩我们的淑芬姐。这样子的善的循环呢，也就是在我每集的开头都会有一个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淑芬姐，如果呢方便的话呢，你加我的 LINE， 我寄一张专辑给你哦。非常感恩我们的淑芬姐这样子的善的循环。所以呢这个底下呢这个 Love10呢这个底下的这个 LINE ID 呢是我的 LINE 的 ID 哦，你可以加我，然后跟我讲一下。我寄一张呢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送给你哦，感恩我们的淑芬姐的给大家的祝福，这个顺心如意。节目最后呢，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另外呢，跟大家广告一下呢这一出戏。在我们11月8号以及9号呢，在我们左营中山堂，由我们新协星歌仔戏团这个编导才女米雪老师呢，所要来扮演这一出《断香引》。如果大家有空有机会的话呢，欢迎到左营的中山堂呢去做收看这个《断香引》的演出。
售票系统呢，在我们的两厅院售票系统哦。感恩大家的聆听，也别忘记哦，去给人家支持一下哦。当然，因为我要上班，所以呢，没办法支持，没办法到场。如果有去观看的朋友呢，也别忘记哦，跟我呢分享里面的内容，以及呢有什么好看的戏出，都记得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感恩我们的淑芬姐，因为我真的是太感恩你每一集呢都上来做聆听，以及跟大家做互动。然后呢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都欢迎加我们的赖群组，在底下的资讯栏，它是匿名的群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也别忘记呢，如果对钱蛋雨涵呢我本人有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欢迎加我的脸书以及 IG， 都叫做郑雨涵。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最后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一样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个结尾。大家晚安，我们明天见喽！南征北讨，战功到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地位高。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理甲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捧红。恁爹家己这猖狂，表示君王最难当。金銮阮爹无爱坐，才让恁理甲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大言辞对我上殿比君王低，你敢说我吹屁？公主，毋是，请你替我别解呀！惶恐之时，山内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毋免强事假大义。就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定顿心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失礼爱马头将礼敬，罢了。父妻之间何必将输赢争？害我行礼好事情。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当时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兵，夫妻才能再和爱。大家晚安喽，我们明晚8点再会喽。照片照片
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